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28，旧历的7月初10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怀疑这个换假事引起盗火，园林的豆奶店一死2伤。中华园林不只有名的豆奶店，半暝4点火烧厝，这个火烧甲真猛，才一打久，规间的店面就烧了了。 虽然消防队无90分钟就把火拍花，但是一个29岁员工未赴逃生，死伫个火缺。另外，阁有2个女性的这个员工面甲手拢来烫着伤。盗火原因可能是咧换假树桶的时阵无小心引发着大火。上车4点外赶到现场，规间豆奶店拢已经盗火啊！ 3台消防车10分钟内就将火拍花，不过消防人员清理火场的时，发现讲豆奶店一个29岁查甫员工走无出来，纵身火困。我们下楼的时候是没有听到，他的火苗已经从那个铁门就是有窜过来。火果烧到另外2名豆奶店的女员工，因为面甲手拢有着伤，加在较无啥要紧。 伫中华园林这间出名的豆奶店，透早4点火烧厝，当时店内有3个员工伫做事，可能是因为换假树桶无细致才盗火。据了解，这个往生的查甫员工老爸老母拢无伫咧啊，为高中开始就半工半读，想袂到会发生意外。 这间豆奶店伫去年9日迄一天，和一台发生车祸火车挤入去，造成10个人轻重伤。即马又搁火烧厝，头家看了真正真无奈，唔知要安怎较好。